12月23、24这两天，安平建平里以爱为诉求，将举办一场圣诞市集。所邀请的70外个单位当中，特别邀请以照顾心智障碍者永华社区复健中心以及空家福田庇护工场，希望透过朋友所辛苦制作的面包、技能果等产品，互社会了解学员希望自力更生的努力。而且，互因加入社区活动，嘛是一种福建。另外，会中也有不动产职业工会、甲食品加工职业工会来设立爱心单位，将伊的所得全数捐予建平里内弱势家庭，为今年的圣诞充满爱心。我们这次的市集是以爱作为出发嘛，因为我们里面都充满了个爱心那我们这次摊位有超过70个以上最主要是说我们里面有2个单位有过来是他们专门照顾那个精神病友的永华照顾中心，还有那个福田那个庇护工厂这2个单位是好不容易他把病友那个精神病友把他们照顾得很好，甚至可以走出户外可以来我们贩售他们自己的产品我们现场也有做一些问答的东西，不要让把这些精神病友把污名化那真的这次也是很感谢我们有一些单位像我们的那个不动产职业工会，他们的爱心义卖全部要捐给我们的那个健品弱势家庭所以说我们希望多多来捧场他们，还有我们那个礼拜6那个动物流浪动物，他们也会过来让那个认养，而且一些周边商品的认养真的很感谢他们。然后还有我们那个饰品职业工会，他们有那个茶叶的义卖，而且还列入我们全省的那个全国的台湾百大的伴手礼所以说我们都有不错的产品，希望大家来共襄盛举。到时圣诞市集除了做爱心，嘛推出流浪动物爱护协会领养活动，以及街头艺人表演，要来为活动炒热气氛。邀请大家12月23、24两天上午10点到下晡4点来到建平公园。圣诞市集，大家一起来！台湾新闻，军籍林根采访报道。